明明自己講嘅都係事實，對方就死都唔認，仲要反面添。有時人生最難唔係爭贏道理，而係點樣同自己和解。Emily 經過婚姻、家庭、職場嘅風風雨雨，有一排佢同老公日日都為咗啲小事拗撬。點解你成日都唔明白我嘅意思？嘈極都冇結果，兩個人仲搞到好攰添。有一日 Emily 突然間諗通咗，其實係咪所有嘢都要分對同埋錯先至安心呢？咁辛苦為咗啲乜嘢呢？搞到自己唔開心之餘，仲破壞咗關係，咁又有咩意思呢？呢個 moment，Emily 就好似經歷咗易經嘅第六卦，仲爭端是非，據理有道，宜止不宜爭。仲就係拗撬、爭拗。人生到咗某個階段，你會發現有啲事真係唔需要爭落去，唔係你認輸，而係你選擇咗放低自己嘅執着。仲嘅智慧唔係輸贏，而係睇清自己想要啲乜嘢。拗贏咗，心都未必舒服，反而識得退一步，問下自己，我想要嘅到底係共鳴定係一個道理呢？ Emily 話：我而家識得笑住嚟講，你咁諗都冇問題，最緊要大家好好咁過日子。佢發現唔再爭，反而夫婦嘅關係好咗，自己都冇咁攰添。如果你都經歷過類似嘅拗撬，又或者你有啲唔想再爭拗落去嘅經歷，留言放下，大家一齊支持彼此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